段影片將會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美沙拉嗪 mesalazine 口服顆粒、灌腸劑、直腸栓劑以及類固醇 budesonide 直腸噴霧嘅使用方式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可以諮詢返你嘅醫護人員。醫護人員會根據你嘅病情去決定用藥嘅劑量同埋治療時間，為咗得到最大嘅醫療效果，記住跟住醫生同或者藥劑師嘅指示去用藥。如果用藥之後覺得唔舒服，千祈唔好自行停藥，要先諮詢醫護人員。呢段影片將會說明如何正確使用類固醇 budesonide 直腸泡沫劑。泡沫劑包裝盒入邊有一張使用者須知單張，說明如何正確使用泡沫劑。建議你喺使用泡沫劑之前睇一次，並且妥善保存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按照醫生嘅指示方式使用泡沫劑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請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使用泡沫劑前嘅準備。確保泡沫劑喺使用前處於室溫，將噴嘴穩固咁安裝喺泡沫劑上面，搖晃泡沫劑至少15秒，以確保成分能夠均勻混合。喺第一次使用之前，請拆除位於泡沫劑打氣蓋下面嘅安全栓，將泡沫劑打氣蓋順時針轉至半圓形粒位，同噴嘴吻合之後就可以開始使用。使用泡沫劑。將食指放在打氣蓋上，然後將泡沫劑倒轉，打氣蓋需盡量向下垂直，先至能夠正確操作。最有效嘅姿勢係企喺地上，將一隻腳抬高，然後將噴嘴慢慢咁導入直腸深處，將打氣蓋向下按壓2秒，然之後慢慢咁樣將食指鬆開，讓泡沫噴入直腸。10至15秒之後，再慢慢將泡沫劑噴嘴從直腸取出。在使用泡沫劑後，取下噴嘴，將噴嘴適當咁樣用膠袋拋棄。每次使用嘅時候，需安裝新嘅噴嘴。為咗防止泡沫意外噴出，每次使用之後，請將打氣蓋轉至粒位同噴嘴反方向嘅位置。使用泡沫劑之後，請清潔雙手。類固醇 budesonide 直腸泡沫劑只可以經直腸使用，所以使用佢必須係經過肛門插入，係唔可以吞服。泡沫劑適用於早上或者晚上，喺排便之後使用泡沫劑會有較好嘅效果。如果你對類固醇 budesonide 直腸泡沫劑嘅使用有任何疑問，請先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呢段影片將會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灌腸劑。灌腸劑包裝盒入邊有一張使用者須知單張，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灌腸劑。建議你喺使用灌腸劑之前先睇一次，並且妥善保存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建議你盡量喺瞓覺之前使用灌腸劑，或者遵從醫生或者藥劑師嘅指示使用。喺使用之前，請先排便，盡可能將腸道排空乾淨，以達至最佳效果。首先，用番梘同埋清水徹底清潔雙手，從包裝入邊取出灌腸劑。使用前，請先將灌腸劑搖勻至少30秒，確保成分能夠均勻混合。請垂直打開保護蓋，避免藥物傾倒。可以在床上先放一條毛巾向左側臥，左腿伸直，右腿彎曲，以右膝蓋作平衡嘅姿勢瞓低，而將帶有潤滑油膜嘅噴嘴慢慢咁樣插入去直腸，保持噴嘴指向肚臍方向，稍微向下傾斜灌腸劑，並將藥物慢慢咁樣擠出嚟。用藥完畢之後，請慢慢拔出灌腸劑。使用之後，請保持左邊側躺最少30分鐘，確保藥物均勻咁樣流入腸道。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灌腸劑只可以經直腸使用，所以佢必須通過肛門插入，不可以吞服。而且為得到最佳嘅效果，盡量瞓覺之前使用，讓液體整晚保留喺結腸入邊。每次使用1支灌腸劑，或者遵從你嘅醫生或藥劑師嘅指示之下用藥。如果你對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灌腸劑嘅使用有任何疑問，請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呢
呢段影片將會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美沙拉嗪 mesalazine 口服顆粒。請按照醫生嘅指示服用顆粒。如果有任何疑問，請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打開包裝，將顆粒直接倒喺舌頭上面，飲用大量清水吞下顆粒，不要咀嚼。吞下顆粒之後，可以再飲一杯清水，以確保所有顆粒都已經吞晒落去。顆粒只可以口服使用，可以喺空肚或者飽肚嘅時候服用。而有些藥物可能有雲呢拿味，比較容易入口。如果你對美沙拉嗪 mesalazine 顆粒嘅使用有任何疑問，請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呢段影片將會說明如何正確使用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直腸生劑。請按照醫生嘅指示使用直腸生劑。如果任何疑問，請先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使用生劑前，請先排便，盡可能將腸道排空乾淨，並徹底清潔雙手。撕開包裝紙，取出生劑，以水溶性潤滑劑潤滑生劑前端。如果冇此類潤滑劑，可以改用暖水濕潤肛門周圍。向左側側臥，左腿伸直，右腿彎曲，以右膝蓋作平衡嘅姿勢瞓低。將臀部往後拉高，露出肛門。用手指將生劑尖端部分插入肛門括約肌。如果冇插入超過此括約肌，生劑可能會被排出。用手將臀部向內壓幾秒，擠壓肛門括約肌，慢慢咁樣將雙腳合上。如果情況許可，可以持續保持側臥嘅姿勢數分鐘，以避免生劑被排出。再次徹底清潔雙手。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直腸生劑只可以經過直腸使用，所以使用佢嘅時候必須經過肛門插入，唔可以吞服。如果你對美沙拉嗪 mesalazine 直腸生劑嘅使用有任何疑問，請諮詢你嘅醫生或者藥劑師。